秦姬，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。啊，住你这儿？喂，乔晶晶，你一直拒绝我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今天不在剧组，赶紧的，5排4缺1。不行，你太坑了，跟你排位就是掉星，是不是好闺蜜？我还差4颗星就上星耀了，赶紧的啊，我拉你。You have been slain. Defeat.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你不熟悉，多来几下就好了。我再试试。Defeat. 哎呀，这陈雪实在太难带了，你要不换一个英雄带他们吧？没事，我已经学会了。 Defeat. 小晶晶，你开语音，别用新英雄演我们行不行？给你200红包，你害我掉3颗星。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不够强，配不上你的操作。要不我们试试别的英雄吧？我收了陈雪200块钱红包。好吧，怎么回事啊？众寡同力，则战必胜，守必负。 他可算是上星耀了，咱们快跑！他这200块钱实在是太难挣了。这么晚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明天下午林姐还给我加了一个采访呢，我回去早点睡。哇，都快12点了。从这儿开到你家要1个多小时，这样的话到你家都要1点多了。明天你还有采访和活动。秦姬，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。啊，住你这儿？我是客户，之前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不是也住在你那儿吗？权宜之计。也对，权宜。哎，都怪这个陈雪，我以为你带她的话，肯定1个小时就能完。我收一下房间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？怎么了？一会儿我帮你打。很久没玩了，试下新英雄。4颗星，1个小时差不多了。我是不是被骗了？